希望我有个应当的朋友，能陪我度过荒唐的周末，关在家里从早到晚不停地做。多希望我有个有钱的老爸，能让我永远都不必工作，每天醒来只需要烦恼去哪喝酒。我在沙发飞了一个下午，做出这样的白日梦，我就是不想面对，我还能怎么面对？我在沙发飞了一个下午，掉进堕落的宇宙，我就是不想面对，我已经快30岁，我却走一步是血案，往后退一步是深海，时常背着重重期待，能不能当个无赖？我的左手便是无奈，右手便是悲哀，身为崩溃的一代，偶尔快乐和不赖。到了疲倦，好像在无力向前，这样的束手无策不是我们的错。成长的路上，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，可是到了最后，我们却都一无所有。我在沙发飞了一个下午，做出这样的白日梦，我就是不想面对，你要我怎么面对？我在沙发飞了一个下午，掉进堕落的宇宙，我就是不想面对，我已经快30岁。往前走。